检察院秘书长李准义方表讲，伊坐公务车做私人代志，目前李准义透过文字来回释咧，讲也已经提出自请处分啦。今仔日两案中照比较宣判，台南后生抬老母判刑20年，台北老母照顾50年的后生是判刑2年6个月。中国伫咧台海发动联合执行警巡，外国媒体也讲，即中国已经有裁调，随时发动攻击拍台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7 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咧2023年，台南和台北拢发生中照悲剧，这两个案件在今仔日拢宣判。台南这案呢是后生照顾中风的妈妈，讲是伊是情绪失控才会抬老母，最后国民法官给判刑20年。那讲到台北这个案件呢，是妈妈胎死照顾50年，倒伫病床顶头后生，这法官也考虑讲，这个妈妈有真多厝内面的人要该原谅，落尾给判刑2年6个月。新卡马真济上怀老太太被赶去救护车。2023年12月发生在台南长照悲剧，50多岁姓柯查某人照顾中风的妈妈年外，讲是一时情绪失控害死妈妈，护检方求初步期徒刑，而且一审宣判，有期徒刑20年。本案造成家人心理重大创伤，被告法律意识薄弱，素行不良，再犯的可能性高。而本件从轻量刑的因素为，被告坦诚犯行，为被害人主要的照顾者，关系良好。虽然姓柯查某人承认犯行，不过国民法官考虑被告有反社会人格，而且手段上暂定状况，认定保护刑法第59条犯罪正宗很可民诉进行免减刑。犯罪在有特殊的原因、环境或情况底下，在客观上足以让一般人认为说，如果判法定刑的最低刑度还是太重，这个时候法官可以依照刑法59条予以酌减其刑。同款在2023年发生在台北，这年岁真大细老的妇人烦恼50多岁重度身心障碍后生，伫家己过身了后无人照顾，将伊杀害。法官考虑伊真罪，而且亲人原谅，真正符合自首，甲刑法正堪连面顶减刑条件，判2年6个月。没有办法用一定的标准去衡量他减刑的这样一个程度，犯罪的历程啊、动机、这个犯罪的手法、家属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有没有达到可以原谅的程度？学者表示，同款长照悲剧伫法庭审理的时阵，无法度一定的标准。国民法官加入了后，审理会阁会加入社会期待。若个案因人怜悯的程度较悬，都可能会有无同款程度的减刑等考虑甲决定。记者综合报道。那现在，如果我们今年这些预算是这样砍的话，那我们政治现金这个案能不能结案？我们不晓得。检察院的业务恢复立法院是大台96%，秘书长李准义迄当阵是出面话口，佮对总预算案的实现开出第一枪，但伊即马方表了讲，疑似恶备用检察院的公家资源。上面内面穿朴色顶冠衫的查甫人是李准义秘书室的人员。日下晡5点，伊方翕到坐公务车去餐厅提餐，直接送去李准义的徛家，再去接伊下班。或知影当质疑讲李准义公器私用。下班时间基本上是不能使用的。那你在下班时间，不但公务车司机当你的 Uber Eats， 更让工作人员当你的送餐员。我觉得这样的吕俊义，坦白说，非常非常的愧对国人。另外媒体嘛接到爆料，讲同一个李准义秘书室的人员，伫5日空迄天，嘛先坐检察院的公务车，甲李准义因兜的狗送去外口的店洗身躯。2点钟后，李准义则搁坐公务车去迄间店接伊的狗。连续2天，伊毋是公务行程，拢方翕到使用公务车。民进党立委嘛认为讲安尼观感歹。李秘书长他也对于自己的这些作为，他也做出应当有的检讨。那他的思虑不周，我想社会也会持续的监督，未来也绝对不能再犯。对引起争议，李准义干那透过文字的声明讲，平常时拢是透过中昼休困时间，家己去接送因兜已经年岁真大的狗去美容，未使用公务车。但是5日空迄天，因为公务车无用，这车当然到3天，嘛承认讲无考虑清楚，会深切来检讨。嘛向监察院副院长李鸿鈞提出自请处分，嘛强调监察院业务费用抬掉了后，公务车的油料保险拢是用车的人家己负担。
对顶港街会当看到监察院所属的公务车停的所在，对监察院114年的预算书公务车辆明细表内面会当看到即马停载车拢总38台。经过调查，即摆李准业使用的是一台燃油电的特种车，毋是政府首长的专用车。根据监察院公务车辆和驾驶人员管理要点，公务车的驾驶应该甲车辆经过地点、里程记录拢详细记，用车人嘛要签名。监察院做咱国上悬的监察单位，每一个机动拢奉用关标准来检验。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呢，就发生这老大人塞车造成意外，这交通部长陈世凯就表示，会甲换驾照年会调降，未来考汽机车驾照题目也会变较困难。那讲到顶礼拜第三检呢，有轿车伫咧学校附近弄死3个人，民间团体也呼吁政府讲，再甲这个通学区的交通设施列入去法规内面，强制人含车本开，确保囡仔安全。塞车爆冲造成42上78岁姓叶驾驶由原地到后备房治疗，合区警方轮帮酒店病院，但由主治医师评估是毋是应继续闭路。这重大车祸就发生在学校周边，家长团体甲教育团体斗阵呼吁，通学区的交通设施应该入法降低事故几率。校园周边的安全设施要明确的法制化，要强制的设置实体的人行道、防护栏跟庇护岛、减速板，类似这种的措施可以防范。好，因为其实真的我们感到非常的可惜，就是学童跟行人跟包含骑机车这些的，大家用路人都是遵守交通规则好的情况下被撞的。针对最近连续发生高龄驾驶车祸，交通部除了下修高龄换照年岁调降到70岁，也建议对亲手第一摆考照增加鉴别度，持续回题取消全部改造选择题3个选项，也增加到4个选项。驾驶人安全观念、根本安全相关课题会占据较侪。很容易让大家答对的那些题目，我们目前正在筛选，我们希望把这些题目全部筛掉，让大家知道。现在安全的观念跟真正的交通法规，你必须要熟读，熟读之后，你才有机会过关。无照驾驶部分也受法阻止，加即话赛车类罚金无上限以外，另外扣车扣牌，对台湾安怎洗掉过路人地价标签，陈世凯回应，过路人地价是形容词，见仁见智。不过台湾交通环境有真侪爱改善，会努力落实道安3期前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民众买无这演唱会门票，这票贩啊刷下价去买，趁甲油洗洗。立法院在今仔日三读通过社会特殊维护法的修正案，甲这卖黄牛票罚金对1,800块9关到3万。不过民众认为讲这3万伤少啊，根本就袂惊。歌手周杰伦去年办演唱会门票一开始卖就随卖了了，黄牛票搁差到一张3万外口，互大家真不满。韩国女团 BLACKPINK 世界巡回演唱会宣布今年来台湾唱，会伫10月18、19来到高雄的世运舞台来唱。民众烦恼讲这会互黄牛的乱象搁出现，立委嘛认为讲应该修法来打击黄牛。社会秩序维护法第9条、第64条、第72条、第89条条文修正通过，我们继续。立法院议会27三读通过社会特殊维护法的修正案，面定讲，若毋是家己用去买运输也是邮路的票券，再搁转卖道理的，对本地罚1,800，即嘛提悬到罚3万。另外，艺文表演的票券、运动比赛也是活动的票券，已经伫文创法运产条例内面有定专款的条文，即嘛通过附带决议。亲像医疗、餐饮实属这种黄牛票，主管机关一定2个月来建议修法。黄牛的行为多元化、科技化，超出传统工具我们能够执法的范围。那我们希望透过文创发展条例跟社违法今天3万元的罚款这样的一个修法，能够遏阻黄牛的现象。立法院修法上当是罚黄牛3万，但是民众讲罚到这么少，黄牛根本都袂惊。他搞不好1张就赚3万，他卖2张他就够缴了啦。感觉应该要再更高罚更高一点吧。所以现在罚太轻，黄牛不怕。对啊，完全不怕。这摆社会法的修法嘛，针对噪音也是半暝底下在吵，对本地罚6000，提悬到罚1万。另外，偷偷讲地的事件一直出现，修法嘛放入严格定法，若是无正当理由，黑白讲地，而且经过考劝，阁袂听的，对现行罚3000，提悬到罚3万，透过提悬10倍的罚金来协助这的金钟犯。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台北有民众去到麦当劳食物件、啉红茶时阵，掠准是去食到塑胶片，想袂到是胶纸伫内面。麦当劳表示讲，经过初步调查，这餐厅含现场的设备拢无这物件，也有要求餐厅摒扫消毒相关的设备，也讲有含客户联络到啊，提供退费含补偿。那台北市卫生局讲，也会派人去追查。民众提位麦当劳买红茶录影翕相，详细看这饮料啉无到一半，用不满。部分的民众表示，全是因为伊一喙啉落去所加着塑胶的感觉，结果竟然发现是一只胶纸，惊甲伊想要吐，唔敢过去买。觉得很恶心，然后赶快就是先拍照片，然后赶快跟楼下麦当劳的员工反映。就是要询问一下，到底是杯子里面的饮料有问题，还是饮料机本身的有问题？对，然后再去做反应。部分的民众表示，因为无开挂注意，才会一喙直接啉落。事后，麦当劳也做出免单赔偿，搁送一堆的兑换券。麦当劳回应，餐厅主管已经甲人客联络，除了会室内也提供退钱甲补偿。经过初步调查，餐厅现场的设备无发现物件可能禁止饮料。餐厅也照规定，每2礼拜一摆例行性消毒，同时全面清洁消毒相关设备。台北市卫生局会派人针对人员卫生实在处理甲作业定数进行稽查，要求限期改善，若复查无符合规定，会照是按法处罚。蟑螂它本身就带有很多种病原菌，那这种常见的病原菌在蟑螂会出现，包括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沙门氏菌。所以说，如果我们的饮料里面有蟑螂，那民众不想把它喝下肚，就要注意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肠胃道症状。动物专家表示，若饮料加沙，建议直接平调卖啉。男性无细致啉落去，万一有出现病毒，想要讨债症状，也赶紧看医生治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礼的水拿有一个清洁队员，昨暗头仔伫咧收本数的时阵，互一个民众骂，甚至是野棍啊共讲。另外呢，这车衫呢，伫咧婚礼斗南也有清洁队员互攻击。乡公所表示讲，若无要配合分类，会依法来甲因告发。那县政府也讲会协助清洁队员提告。这查某人提棍就伫定点，本厝车到位了后，伊将本数平上车，煞甲清洁人员冤家，佮提棍吐对方。原来伊是不满进前，因为本数无确实分类，互清洁人员退分，才起怨愤。是里面就是生处理跟回收物，它没有做好分类。对，然后我有把它破袋，跟那个大哥解释说，你这个要做好分类才能丢垃圾车。代志发生第一日，婚宴水拿这查某人趁尾仔嘛本数收分的时阵，提棍对姓杨的队员大声骂佮攻击，造成其胸卡切伤。公所除了谴责暴力，也无排除对这查某人采取法律行动。尊重阮同仁先做报案的动作，那至于是不是提告，完全尊重我们同仁的决议。那假设要提告，阮公所这边的全力支持。就伫这个月初3，婚姻斗南清洁队员也伫庆婚的时阵，互民众攻击破喷。这摆佫发生攻击事件，已经是这个月第2摆。公所表示，水南乡为今年1月到即马，本数已经被退婚18摆，是全婚姻官上济。所以清洁队员为避免规车被退婚，即个执行破地检查。转运的时候被落地检查，都有检查出一些应该回收的物品，然后掺杂在垃圾里面，所以我们才会要求我们的队员执行破袋检查。那都是因为民众分类不落实，那包含说有铁条、石块，或者是有棉被条的部分哈。婚姻官环保局表示，去年关护伫本数气化过程当中，已经造成超过30摆的设备故障，所以要求各公所执行破地检查，加本数退婚机制。对这代志，除了会协助公所提告，民众若无落实分类，也会依法告发。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县政府打算要伫咧丰原公墓边仔一块殡葬用地起火葬场，来解决因中华县内无火葬场的问题。今仔日呢，伫咧丰原也有彰化市拢有举办环境影响公开会议，想袂到这丰原反火葬场自救会有500人去到现场表达抗议，因为这民众的情绪真激动，有的人无细力跋倒受伤，现场的气氛就变甲真紧张啊。
民众情绪激动，侪人防挡伫外口，无法度入去中华火葬场说明会现场。中华县政府拍算伫丰原乡公墓边的一块殡葬用地起火葬场，县府二次伫咧丰原甲中华市举办环境影响公开会议，伫丰原乡的会议现场，有民众因为反对火葬场情绪激动，无细里报道受伤。莅临丰原县火葬场自救会表示，火葬场要起伫丰原，对当地甲小隔壁的莅临镇影响大。自救会认为，目前中华人口减少，加上交通利便，中华无一定爱起火葬场，尤其莅临丰原有侪做事人，就惊火葬场会影响当地环境。第一点，阮家丰原乡清远人啦。第二点，伊竟然叫25个乡镇的人员要来甲咱起压，要来压迫阮。啊！你叫25个乡镇唔免承受后果的人来甲咱讲要支持火葬场起伫阮莅临丰原，安尼无人吞得落。县府表示，空气噪音的污染拢有相关的管制甲防护措施，也若民众伫会议中提出的意见，嘛拢会完整记录落来。阮的做伙，阮绝对连连闹到每一张拢会上架，环环书都会上给委员会去做审查。自救会嘛指出，县府伫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办2场公开会议，互自救会无法度拢参与，因批评县府欠缺沟通的诚意。中华县政府表示，中华县4名园区是县内重要的公共设施，为着扩大县民参与，才会办2场会议。县府嘛会收集民众的意见，后续会依照环评委员审议的结论办理。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今年平湖国际海上烟火节推出着史努比无人机的表演，想袂到开幕头一天就出现重大。本地县政府是决定讲要停演，落尾有改善，会当继续表演落去。不过昨呢，这第3场表演时阵，有一台无人机摔落来弄着壁，害这喙就喷出来去击着囡仔的脚。目前县政府讲有和家长联络啊，也讲会提供赔偿。无人机侵权到70到200公尺，伫空中是一个。望你久就摆出史努比 IP 这图像，游客拢真欢喜。昨天我们6点多快7点就来啊，风确实是蛮大的，所以我们在舞台那附近那边坐着等。这是今年度平湖花火节重要的出头，无人机表演，26第3场的表演，算哪像一只无人机对地弄着水泥墙的时阵，石头弹出来，结着来看表演的查某囡仔。家长第一个时间就是爆冲这些人群，就是去帮他处理伤口，就这样子。过了大概有3-4分钟，主办单位就打电话给我了。查某囡仔大已经民宿的头家讲，查某囡仔脚有受伤，家长家己包包了无代志，照常去佚佗。县政府回应讲，主办单位已经和家属联络，会提供赔偿等协助。那昨天因为风力比较强，那在掉落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撞到了那个墙壁，可能有这个小石子反弹啊。今年平湖花火节无人机表演，活动的头一天因为道上无法度完整来展演，县府决定要停演，尾下决定外去找进行合作的厂商，伫19再搁继续表演。说伫第3场发生查某囡仔受伤的意外。讲环境因素，说风大的话，就应该会掉蛮多台。假如它一片上去只有单一台掉下来，有可能是零件的问题，就单一台的，就是单一事件的发生。有专家认为讲，若是风伤过头，可能唔那干那一只飞行机会载落尔，嘛排除信号干扰的可能。高雄市无人机技术职业工会推广是表演的时阵，无人机爱挡风速，互电力消磨伤紧，必须电力更加退换的标准。伫飞转来时雪伤挖地面，因为环境因素干扰，风变强，互飞行机偏煞无法度转去原本的设定点，必须意外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是规定讲，这电仔卡袂当停车，不过最近基隆地区确实有人把这电仔卡互别人来停，而且甲因收这停车费。交通局和警方拢表示讲，无论是停车的或者是放停的，拢已经违法咯。按照相关的法令，是会当开罚单。平常日来到基隆老街，虽无无假日时的加价，不过人也是叉，都是因为人侪歹停车。最近传出假日时，基隆才有民众甲家己厝的电仔卡当作收费停车场，伫路边招人客，3点钟100块。有游客讲，捌伫假日来基隆，就拄到有人招停车。讲伊落有停车位啊，伊会当停车啊。看要停个做伊闯去啊。有较俗吗？较俗哦，是无较俗啦。无较俗，咱会想要停？方便倒啊！到要来遮转也无你，毋敢要坐车顶呢。
因为歹停车谈方便，亲像安尼，拄着招人客就去停伫停车卡的行为，无论是收钱的厝主，也是停车的人，拢是违法。警方讲，高雄市的停车卡敢若有开放奥多摆，若是无影响过路人空间，才会当停。汽车是全面禁止。今年1月到5月26日为止，高雄拢总处地1088件，其中基定区有3件。另外，交通局也讲，将停车卡当作收费停车场抵用，上悬会当罚2400块。私人不得擅自占用或经营，也无权收取费用。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那其人违规停车，处新台币600元至1200元的罚款。若利用道路为工作场所，如占用道路进行商业活动，则处行为人或其雇主新台币1200元至2400元罚款。另为维护人行空间顺畅与行人通行安全，本分局已主动加强巡逻稽查密度，针对辖内交通热点，依法取缔违规行为，以维护行人权利。交通局表示，因会继续甲警方合作，针对违规招人客，也有违规停车的状况加强处理，也请民众停车爱选择合法的场所，避免受罚。记者柯家族区朝阳高雄场报道。中共伫咧台海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咱国防部有侦测到27架战机和无人机下过中线10几界。这台海局势当然紧张，外国媒体也讲，这中国已经有裁调随时发动攻击拍台湾啊。这香港的这南华早报甚至讲，最上界好的时机就是防台来进行的上半日。台海情势紧张，国防部27发布侦测到中国歼10啊、空警500等各型主航虎的战机和无人机，计共27架出海，其中18架超过中线甲伊的沿长线，进入咱北部、中部、东部甲西南空域，配合中国南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检派任务机、任务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适切应处。国防部也掌握到中国29要发射运载火箭，按算会经过咱国的 ADIZ。面对中国加大侵扰台湾的力头，外媒《金融时报》引述台美消息，讲解放军有由兵转战的能力，会当随时对台湾发动突袭。俄罗斯要攻打乌克兰的时候，他也是借口动员10几万人，然后进行演习。但是演习结束以后，他并没有撤离，反而是对乌克兰发起行动。它其实是类似的这个思维跟逻辑的，对任何的大规模行动，我想，不论是其他国家或者是台湾，都应该加以密切的监视。另外，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讲，解放军若攻击台湾30到40大的关键基础设施，台湾本岛就袂当正常运作，安尼就会当免战得赢。而且上好的侵犯台湾时机是伫防台来进前的热人工作日下晡。不过，学者质疑讲，中国选伫防台天登陆是非常困难，研判中国利用飞弹破坏咱关键基础设施，要假做是防灾来打击民心甲士气。我们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维护，不管是资安、网络攻击或者实体的安全，我们都必须提升，也正在进行当中。总统赖清德日前接见欧洲议会议员访台团，致辞感谢欧洲议会为台湾发声，关注台海的和平稳定，并且讲台湾是印太地区的关键民主伙伴。欧洲议会除了谴责中国持续对台湾采取军事挑衅行动，更强调台湾是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关键民主伙伴，呼吁欧盟以及会员国持续与台湾密切合作。And that's why I think it's so important that we have good relationship and also show China and Russia that we have good relationship. Because it's a part of the defense that we actually stick together. 欧洲议会议员丁和瑞甲博斯纳拢强调，台湾甲欧洲的处境相像，民主国家爱团结，才会当保卫民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这台票换美金呢，今仔日收盘的时阵是61.8分，收一个29.953块。富邦媒的董事长蔡明忠就表示，台湾对美国无一顺差，即阵当咧关税谈判，若这台票若阵搁再起，一定会有压力。不过也希望讲这起的速度脚步放较慢咧，或者厂商有时间来应对。新台票换美金的汇率，第拜一起超过30块，拜二开盘继续搁起，以29.92块开出，盘中报价29.82块，起1.15角。未来新台票换美金20外块的情形，敢会成做常态？产业界嘛真关注。台币的
趋势不太会有变化。那如果你要看短线的话呢，当然就是缓升大一点点的区间，大概是29.8到30.3之间。那等这个区间破了之后，再看下一步会往哪边走。最近台票一直在起，唔但兼顾基等等的产业，甲中央银行化工希望保持30块的大关，就连寿险业嘛因为汇损影响利润。富邦媒体董事长蔡明忠27参加股东会受访的时阵表示，台湾对美国有真大的顺差，加上进入关税贸易的谈判，台票若继续起，百面会造成压力。它的幅度跟时间，这个当然也要取决于这个我们整个市场它供需的这个状况。我们当然希望的是，台币是能够缓步的升值，这样子的话，对于厂商啊。比较有时间能够因应不会突然的措手不及。台票起的这波嘛，连带影响相关寿险业股价的表现。27寿险概念股，像富邦金、凯基金、甲中信金，盘中股价拢有落，大股大盘就算早盘有起，不过随着个反乌。盘中把落加21,389点，落超过100点。中央大学财经中心发布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个减上侪是投资股票的时机，显示投资人的信心要是受到关税不确定性的影响。大家的这个信心其实都还蛮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一些影响。等到事情确定了，即使是利空，那也是利空出尽，或许就会有不一样的反应。学者认为讲，等到美国关税税率确定了后，不确定性的因素消除。各产业嘛会当拟定因应的策略，再观察投资股票的时机，敢会当恢复稳定。公司新闻台北报道。飞台执行长黄金芬按送伫咧北树区 T17、T18这两块土地者成立着台湾的总部。也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表示，市政府会积极协调，和飞达来遮设总部。不过，近日逼出讲，这郭文伫咧做市长的时阵，北树区土地有分租审计的证据，违法采用强势决。不过，这文化局是强调，迄个时阵并无违法。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宣布台湾总部的地点，传出是北市区 T17、T18两块土地，不过目前是新公里收标着地上权。回答要怎摕到土地资源的变更，北市府第23要求新修说明开发进度，新修已经第27回复。依照合约，确实可以双方合意解约，或者依照合约，新售。他在建物完成取得使照，经过我们同意，他是可以将地上权移转给第三方；又或者他建物完成之后取得使照，他可以出租给第三方。不过北树区土地争议继续咧增加，这个区原本是荒地、农地，伫2014到2022年，前台北市长郭文德在任的时阵，开始征收土地，怎说逼讲土地用俗嘅强制征收，有破坏古迹的问题。大部分的委员都希望要保留。那注意到一件事情是，文资委员会里面的官派委员没有一个有意见，都没有发生。但是投票的结果就是，我们讲他就违反利益回避。文资学者讲，生活北树区的计划速度有真侪漏沟，亲像范围内出名的历史建筑分用区，原本已经互登记，开发行为拢爱审议，说伫2018年第110届的审议会投票时阵，担任民政局长的纳世聪甲文化局长蒋英峰说离开现场，地数人数无够来留会，搁第112届的审议会，照规定无投票权的5位机关代表嘛参加投票，地数分用区无登录历史建筑互拆掉。这个汾阳居跟现在所谓的辉达未来总部所在地，这差得非常的远。这个边角的拆掉，并没有影响到文资审议对整体的这个判断。他征收的补偿是用征收当期的公告现值，现在新的规定是用市价，那北市科当时规定的是公告现值，所以并没有就是报载所谓的用低价征收的状况。蔡世平强调讲，110次的会议，两个首长离开是去教育委员会开会，那112次的会议，5个官员就说迄阵无违法，是有人向监察院告发。2019年4月以后，文化部文资局才开始修法，认定首长对相关案情拢爱回避，即马检视并无违法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
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全台湾门诊诊就医有41000人次，而且平顶一个礼拜呢增加113%，新增加102例重症，19例死亡。预估这高峰期会伫咧6月底到7月初。不过民众讲因买无快筛，是有事实讲当咧增加产量，医生也建议讲进前厝内面囤的快筛，就算过期啊，也会当摕来用。 还是想请问一下，现在还有那个新冠肺炎快筛吗？很抱歉，目前加油快筛现在没有货。最近国内新冠疫情加悬，不少民众想要买新冠病毒家用的快筛试剂，家己做检测。不过，早几啊间药房拢闹空抓，甚至还有里长伫社群媒体铺文征求快筛试剂。有缺货中。 跑了好几间的那个药局都买不到。家用快筛试剂的话，叫货的话都必须要排单。像目前来讲，我们现在排单要排到6月26号以后，它才会供货。有诊所的医师表示，这波新冠疫情主要的症状甲流感真相像，大部分会发烧、喉痛或者是咳嗽等等，要是爱靠快筛来检测才会知。厝内若是有过期的快筛试剂，要是会当使用。 只要控制线 C 迄条线有显示，就代表会用力，要是有效。若是出现2条线，应该就是较真啊，建议赶紧给医生看。过期的6个月，甚至更久呢，事实上都还可以使用了哈，不用说因为它过期了就把它丢弃了哈。特别是现在呢，根本就买不到快筛试剂的时候，你就把以前的快筛试剂拿出来再用，都还可以用了。目前根据业者提出的生产规划，自本周起，家用新冠快筛试剂每周的产量可以达到疾管署预估需求量的2倍以上。消署强调讲，家用的快筛试剂持续伫赶工制作，一礼拜的产量已经有达46万支。 另外，已经有联络国内连锁药房、甲超商等等通路的业者扩大铺货，民众会当去疾管署的官方网站，去新冠上新防疫专区来查倒位药房有咧卖家用的快筛试剂。疾管署提醒民众，这波疫情按算6月中下旬会达到高峰，建议高风险的族群都要赶紧注疫苗，较袂怀着了后并发重症甲死亡的风险。公司新闻台北报道。 台中丰原一间私立的顾婴中心有风声讲，这托育人员虐待囡仔。社会局调监视器发现讲有3个人牵涉案件，14个囡仔受害。市政府甲这托育人员和机构拢总罚129万，而且下令停办。 甲囡仔送去互人顾，台中市丰原这间私立托育中心正常营运，也毋过中心内底一个姓陈的托育人员，互人指控对14个囡仔有虐待的情形。台中市政府5月2日公布，重罚托育人员甲业者，而且勒令8月开始就要停办。毋过受害的家长表示，实际情形比官方调查要搁较严重。发现我的小孩至少有8笔。 有8笔画面是社会局没有提供的，然后中间就有副性教保员以及理性教保员，然后他们并没有去做裁处，而且反而是裁罚隔壁班的刘姓教保员以及曾姓教保员。台中市社会局认定姓陈的甲隔壁班姓刘的、姓詹的托育人员拢有虐待，以情形罚60万、15万甲14万，而且20档至30档内袂当搁再互人请。托育中心是因为严重的管理疏失，罚40万，而且勒令停办。业者对裁罚无意见，强调会负责，而且甲村的囡仔转走。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负起的责任，就是该做的我们还是要做。对啊，目前就是我们至少先把现在的小朋友。 还在现场还在送托的小朋友先处理好，对，那后续的部分我们尽量能帮他们安置的部分就赶快先安置。发现就是说不是只有一个人对这个孩子，这是第一个啊，我们把其他的保育员也一起揪出来。那第二个就是当他看到别的保育员对孩子不侍妾的这个动作，他应该当场就要制止啊，然后接着他就应该要通报啊。 这是责任呐，那他们也延迟了通报。社会局表示，托育中心负责人甲3个托育人员的名册，等裁判书送到位，就会依法来公告。也若家长指控的另外2个托育人员，经过检视是手段无适当，后手会继续辅导，也会伫8月进前协助村的20个囡仔转去别位。公司新闻台中报道。 教育部拜二公布委托成功大学研发的 AI 开菜单系统，只要28秒就当规划学生1个月的菜单。唔但呢，有这食谱分类，还有营养标示等等，甚至是自动排除有问题厂商。用资料表示讲，即马有一款的电脑系统会当省真侪时间。
假设我们把它设成50块钱，对调整介绍开始设定学生的中昼顿，逐工要食的主菜汤含甜露，只要28秒钟的时间，学生1个月营养菜单就完成啊！这是教育部委托成功大学开发的 AI 开菜系统，这个系统也让专门规划学生菜单营养师感觉真方便。1个月有400多道食材，那我要确认说，那我礼拜1跟礼拜5的食材没有重复到，这样算起来其实是可能要花1个礼拜时间在处理这件事情。但是透过 AI 开菜单的话，其实我们刚看到，可能教授话没讲完，那个菜单都跑出来了。这个系统的功能包括有菜单智慧的推荐、营养标示等等，会当用在国校、国中和高中。成功大学表示，为着要避免囡仔食到有问题的食食，软体会自动排除有问题的厂商，像前一阵啊有3肉精的猪肉，这软体嘛会甲伊排除，用其他的软白质来代替。当有这个食安问题产生的时候呢，只要在外部的这个新闻得知有哪些食材供应商它的食材供应品项出了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即刻提交给这个国教署跟这个教育部。我们的专法还没上路，但还没上路之前，我们已经做了许多专法。比专法内容规范更投入更多的资源哦，不管是弱势的补助、食材的一个提升哦，那现在呢还有一个 AI 的开菜的系统。立法院当日审查学校共参法律草案，教育部表示，目前特档补助的金额是74亿，未来专法若通过，拍算可以当加出来26亿的预算。不过因为在违法的证据，中央和地方要安怎来分配经费，爱阁继续协调。记者查询林秀凯台北报道。照顾时代是全民拢爱面对的课题，要安怎帮助时代健康食饱哩？就研究团队指出讲，这喙腔肌少症、喙腔筋膜退化会让这失智跋倒的风险增加。研究团队也表示讲，透过喙腔的运动，会当来改善筋膜退化的问题。未来也希望会当结合着齿科医生，也个中照护部员来照顾时代喙腔的健康。那第4个动作就是我们一样用压舌头。喙齿一下往倒边，一下往正边，时代透过喙腔的运动来训练喙腔、喙唇、喙齿的筋膜。民众普遍对肌少症的认知，拢较知影脚甲手的筋膜。不过最近有研究团队研究发现，时代若有喙腔退化的问题，恐惊会引起规身躯的肌少症。这个风险是一般时代的2.2倍。学者建议运动爱重视喙腔筋膜退化的问题。所以口腔不是只有咀嚼，还有吞咽啊，这都跟肌肉有关系啊。所以缺一不行啊。所以老人不能吃是很严重的事情。老人不能吃，我刚刚讲，啥时候的饿的循环就来了嘛。你不能吃就营养不良嘛，营养不良你肌肉本来就不好，你营养不良，肌肉当然咀嚼更有困难嘛。研究团队指出，喙腔筋膜退化甚至会增加1.8倍的失智风险。若是喙齿存无到20齿，无法度连续发嗒的声，讲话咬字愈来愈袂清，拢代表有退化的可能性。团队也发现，透过喙腔的运动训练，有影会当改善时代剥物件、吞物件的能力，也进一步提升时代的信心。那透过这个健口槽的训练我们来促进它的咬合力，还有舌头的灵活程度。那另外一方面，它也可以促进它唾液的分泌。所以当它在把食物在透过咀嚼的过程中把它变成它一个适当的一个食团，那有助于它的吞咽的这样功能。有医生嘛提日本的研究指出，喙腔功能降低，时代跋倒的风险会增加1.55倍。医生表示，目前台湾社区家庭和长照机构对喙腔筋膜退化的照护意识也未提悬。未来研究团队嘛希望结合齿科医生，佮协助培训医护员来推广喙腔筋膜退化的知识，让照护更较全面。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高雄有民众看无伊牵一只带路狗要去伊斯兰教餐厅食饭，不过店家因为因伊斯兰教的教义认为这狗仔是无清气的关系，就唔予这狗仔入去餐厅。高雄市社会局在今仔日有去到餐厅辅导业者，要求因限期改善。不过这店头家伊是真无赖，希望大家就要尊重因的宗教。社会局人员来到这间回教餐厅，甲头家了解规个事件规定。原来只是中昼一个查甫人甲朋友来餐厅食饭，因为伊有带狗仔，头家连伊说明无开放可冲不入来，所以来查甫人才讲是带路狗。虽讲带路狗毋是冲物，不过因为回教教义的规定，头家也是请伊甲狗仔绑伫门口，嘛替对方安排较方便的位置。落尾查甫人就离开，嘛伫网络顶表达不满。头家强调，伊无拒绝对方入来食饭，因一家伙拢是虔诚的回教徒，希望大家会当互相尊
论中。明确的把那个经文已经发给他看，而且是中文解释的，是古兰经第几章第几条文里面有写的，已经发给他看了。那他回复我们也确实他觉得是认同的，但是他后面写的评论就是，我觉得就是欠妥的。高雄市社会局27专工派人到餐厅辅导业者，主要是根据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规定，出入到适当去公共甲营业场所。社会局表示，会限期业者15天来改善，若无相关会当罚5万块。合格的导盲犬及训练犬是可以自由进出公共场所、公共建筑物营业场所、大众运输工具及其他公共的设施。社会局接获通报，会主动辅导。因为宗教已经持续公投诉，业者是真无奈。当事人朋友是讲会尊重，不过未过去一间餐厅消费。法令规定，甲宗教有冲突的时，要安怎处理？需要相关单位好好来思考研究。记者柯家库朝阳高雄场报道。有犯罪集团涉嫌走私保育类的动物来台湾转卖，而且呢是把这些动物饲爱困药啊绑伫咱人的身躯顶，一年走私超过500只，各类嫌犯拢依法甲因起诉啊。警方后一步也要追查这些保育类动物是要赔予什么人。大田景乐动物园会同环境稽查，现场是垃圾日落膏，贴起来的笼仔内底有各种罕见的野生动物。这个小孩子很小。对。伫笼仔内底活跳跳的有2只罕见的保育动物普通熊、鹰猴、大耳猴，现场阁发现懒狗的身影。列做第1支特别绝种的保育类野生动物，拢予违法的集团走私来台湾，当咧找买主。此集团自境外以人体夹带活体动物的方式走私入境，将相关嫌犯以涉嫌违反组织犯罪、野生动物保育法等罪嫌起诉。靠饲爱困药啊，予野生动物分气，结果绑伫身躯，对泰国走私转来台湾转卖。即个伫海关互人发现，专案者因安尼来出破。当中查到乌龟粪齿、印度香菇、甲青豆丁等等，经过警方深入侦办，佮对嫌犯的徛家找到保育动物。不过警方调查讲，违法的集团对去年2月开始，大约1年的时间，已经成功走私超过500多只动物入境，部分已经进入市面。大部分像这种一定是相对高单价的物种，大部分都是在饲养过程中没顾好就死掉了。对，很难说我养到我不想养弃养，国内现在都不可以养，对，都不能养，这个是只有在动物园里面有申请的才可以饲养。专家分析讲，包含懒狗、普通羊是真歹饲，尤其无得到政府的同意，也明文禁止饲养保育动物，若是违规是一定会受罚。互掠的犯罪集团成员已经获起诉，警方后一步也要追查动物的流向，来理清买主的身份甲买的动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咧宜兰有真侪蚊蛇乘游客来遮耍水，事实上，亲像宜兰圆山的蚊蛇就禁止耍水，也袂当洗衫洗菜。毋过民众同款会落去耍，就算有禁令，同款无伫咧行道。热天行较到民众兴耍水，宜兰圆山甲东山的泉水就是袂歹的选择，毋过当地也有真侪乱象。民众伫即马发泡泉水区洗衫洗菜，毋过地点却是当地生态池。公所为着保护泉水的出水口，已经打广告禁止落水。毋过有真侪民众是无顾禁令继续佚佗，甚至有人是牵狗落水。哦嘿，我弄这洗衫。洗衫。我袂使听洗，听袂使洗。你现在说我们才看到。现在说才看到，会觉得有点不太明显。会啦。地用无按上要收水，毋过圆山阿兰城泉水的即搭水利设施已经禁止落水，也是有民众无顾禁令，这个广告设伫遮拢无效。对，那我们后续也会演绎说，那是不是该有怎么样去把它挡起来，还是要再多加强宣导这个部分。民众无顾禁令来耍水，目前无法律通法，公部门敢来当先考考，并且承诺会加大个施，提醒民众安全也要家己负责。毋过看宠物伫即马发泡迄区来耍水，圆山公所表示，会当按照公园场地使用办法，罚行为人1200块以上，6000块以下。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绿德啊，是这台南关庙三宝之一，受到今年低温的影响呢，地区这搁再加上无落雨，地区这产期是延后到呾才来大出。农民表示讲，今年这绿德啊笋呢是有行情，毋过无产量。关庙的果菜生产合作社也讲，产地批发价一斤要到100块，是这15年来上届高价。
一套套农民甲拄挂起来绿地笋，再来果菜生产合作社交会，因过几年后23月就陆续采收。不过今年因为迄阵天气寒，佮加上南部雨水少，拢落伫北部，造成关庙绿地笋产量减少，产期嘛延后。最近绿地笋才开始大出。拢一直寒啊，寒啊，都无落雨啦。今年真正足歹种，无像你靠地下水、靠溪沟仔水、架起水，因无够。因未到遐就对了。因未到遐，迄个量无够啦。那个你要雨水顶悬压落来更较好，雨水是天然的。关庙果菜生产合作社讲，因为伫5月节之前，一天会使收到1万桶斤的绿地笋。那今年以顶礼拜来看，才干那5000斤尔，减1/3。嘛因为出货量无出来，地书计销价较悬，大盘这阵仔一斤有到70至90块，产地批发均价每台斤嘛有买我100块，创下近15年来同期上悬的纪录。即摆有豆豆咧落啦，差不多即摆落哩差不多70左右，顶礼拜阁有80、90。顶礼拜计小个有咧浮动较多，批发价我上水的原来会分班啦，上水的搁伫110。往年我每一档是差不多伫咧5月中旬就开始收购，但是今年因为雨水欠缺，所以阮今年预计是伫咧6月4号，差不多6月4号各位开始。经过了解，目前北部绿地笋等咧出，这嘛加减影响南部的计销。针对有行情无产量，农民真无奈。即阵农村人口高龄化，再加上种绿地笋真够工，地书种的面积逐当咧减少。目前关标全区面积剩614公顷。记者苏大南采访报道。讲到办桌是咱台湾人的上面文化，这家己大拿的爸拿国小呢，伫咧中昼顿的时间，利用办桌方式，互囡仔体验到食在地、食着时的食农教育。薄荷鸡、酸辣汤、胡烧条鱼米糕，一出一出的办桌菜，然后囡仔食甲食欢喜，嘛，互因知影食材经过料理了的气味。学生就讲，中昼顿用办桌来教食农教育，印象有加较深。上课的时候，老师讲薄荷或者是凤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是味道是怎样，然后像现在吃板的，我们就可以尝到它的味道。像讲咱菜内面有迄薄荷鸡啊，迄是咱大拿这附近的老一辈人拢捌食过，啊，其实嘛是足侪阿公阿嬷伫厝内做的迄种手路菜啦。大拿镇的平南国小为着要教学生食农教育，特别请总铺师入来学校，用着时搁在地食材，利用食办桌的方式，阮若要学生知影气味，嘛会当为这当中来认捌家己故乡的特产。拢是营养午餐，啊，即摆食的办桌拢是迄种遐煮的，啊，我感觉拢食拢无共款啊。我们都在推广食当地、食在地的观念，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小朋友去真的体验，这些菜色的料理原来都是出自于我们的故乡。学校表示，一般囡仔拢是对着大人才有食办桌的机会，用这款方式哪食哪教，为了加深学生对在地食材的认捌，嘛，互因伫学习的过程当中体验到台湾的办桌文化。记者李慧婷家己报道。为了要加强巡山员执行任务的时阵安全甲驾驶的技术，林业署特别进行专业安全驾驶训练。透过这专业的教官实际操作，希望提升驾驶观念，也搁伫咧山区爱特别注意的所在。骑拍速的机车伫咧山区道路弯来弯去，佮爱随时注意关顶敢有土石流。对巡山员来讲，骑车唔爱足专心的，而且除了爱面对高山的天气、温度，有时佮会拄到落雪。领事表示，巡山员这些名称是号做森林护管员。领事指出，因骑车的安全操作真重要，所以特别进行专业安全驾驶训练。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潮湿会有一些落叶，或者是它等于造成它的系数会变，那个摩擦就是变少，所以比较容易会滑倒。还蛮常摔倒的，对。怎么样说还蛮常？就是例如说我没有注意到前面打滑了，然后刹车刹不住，然后我就摔倒。就去转一圈，看一下什么胎纹的深度之外，再看一下胎纹沟上有没有异物，有没有坚硬的石头、铁钉。讲师专心解说，互学员了解，亲像出发进前的车辆安全检查，嘛是番互学员知影安怎互拍速机车伫咧打东岸时，以免出去累残人着伤。因为坐山路车无法度行，巡山员拢是骑拍速车来做工课。
讲师透过实际操作，希望会当强化安全驾驶的技术。因为他们常常在山上面，比较不良路面的状况底下，没有铺装的路面上面做骑乘，那所以我们准备了像碎石路啊、像断差的路面啊，等等之类的，让他们能够实际上面做骑乘，那去加强他们应对这种不良路面的一个能力。针对我们新进的护管员，尤其是女性的护管同仁呢，来进行一个安全教育的一个驾驶。藉由这样子的教育训练呢，我们希望能够减少在工作上的一些受伤。林亚树指出，对基本观念到实际操作，都是希望加强巡船员伫咧面对山区各种状况的时，确保性命安全，也后任务会当顺利进行，为社会大众守护珍贵的心灵资源。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想要来禁止哈佛受外国学生，虽然去互法院挡落来，不过一寡7000名的外籍学生，因的未来是充满变数。欧洲和亚洲真侪大学希望讲会当趁机会抢人，希望这些学生拢来到因的大学读册，甚至用犹太来干声。川普政府禁止哈佛招收外国籍的学生了后，香港排名第3的香港科技大学，虽公开表示讲，愿意无条件接受哈佛的国际大学生和研究生来完成学业。在几天内，就已经接到几十个人的咨询，当地做个别的辅导，而且内面嘛有真侪是对香港和中国来的，已经接到录取通知的准留学生。US is becoming less welcoming towa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o I think China has been more welcoming in that regards towa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ike they gave me a full scholarship. And so in that sense, I think it's kind of shifting more towards China. 美国上好的大学成全球上好的学生，这种态势有可能出现转变。国际之间嘛开始抢人，目前是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理工大学和城市大学，拢表态讲欢迎哈佛国际学生来读，而且佮送奖学金、简化就学的点数，甚至伫咧签证和安排大部分拢来到3天。Many of us, follow hold very similar values, and so this is a chance for us. We feel that we can open up our resources to help these students in need, so that they can continue their academic journey. 日本东京大学26嘛宣布讲，当地研究短期来接受哈佛的学生的计划。日本文部科学省27是呼吁全国各大学提供相关资源。另外，欧盟是启动5亿欧元的计划，想要用这个机会来争更较侪美国的研究人才。阁有真侪有名的大学嘛想要来抢收更较侪哈佛的学生，但是离后学年的开学，即嘛敢若剩3个月，要大规模来接受这学生是并无简单。川普指控哈佛大学是助长反犹太主义、学校暴力和进步派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就去冻结联邦拨款，而且禁收外国籍的学生。伊26搁一摆出群，伫社群媒体讲，考虑要撤回对哈佛大学30亿美金的拨款，重分配给全国各地职业学校。佮讲对美国来讲，这是一项介伟大的投资，而且需要较紧去做。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随着气候变迁影响，这温度是愈来愈悬。全球瑞士的阿尼比斯山长期以来，这结冰的石头和土巴所拢退冰去，有一地150万立方公尺石头就放落来。当地救援人员赶紧甲精神啊，也有300位的村民撤离。另外，澳洲的新南威尼斯呢，一直咧落大雨，上无有5个人死亡，而且有5万人需要别人来解救。救援直升机用吊索甲受伤的牛对瑞士闻名的观光胜地瓦莱州撤离。瓦莱州是伫阿尔卑斯山的山骹，当天出世的行程和热天健行的活动，拢真受游客的欢迎。但是因为全球暖化，今年春天到上尾的时阵，瓦莱州伫5月上低温是1度，气温愈来愈悬，造成长期冻结的岩石和永冻土解冻，一地差不多150万立方公尺正大的岩石愈来愈亮，一直对下骹出落去。为了安全，防撤离的有190只羊仔、26只牛、20只兔仔和300个当地居民。In der Nacht gab es dann nochmals auf der Nordflanke und auch jetzt ist eigentlich ständig Bewegung im Gebiet. 弄到的查甫主人当在接受采访的时阵，煞熊红拍灯，是因为查甫主人伫塞车的下骹发现一只规身躯拢土的牛仔囝，是欢喜甲叫出来。澳洲东部的新南威尼斯嘛，伫最近因为连续几天落超大雨做大水，规层人封闭咧只好撤离家园，但是嘛是同款有差不多5万人受困。直升机来来回回是至少150摆，甲徛伫厝顶上悬的所在居民救落来。当地政府讲大水至少造成5个人死亡，1万栋厝受损。A lot of people with a number of pets
we've had cats, dogs, budgies, number of animals rescued as well. So there's been a lot of full boats that we've seen. And as I said, we're trying to get along to everyone and as many people as we can on these boats in these floodwaters. 这几十年来，澳洲除了经过可化毁灭性的大火，这几年佫持续受到大水的侵袭。专家嘛，甲原因归伫气候的变迁。另外，伫中东地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伫5月是破历史以来共一个月的上高温，24时代到51.6度，23是有50.4度。根据阿联的国家气象中心的数据显示讲，较早5月的上高温是2009年的50.2度，另外全年的上高温是2010年的52度。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人台北汤圆新竹对23度到31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3度到3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4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2度到3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